不是开玩笑了，你们准备红包吧。认识很久了，也吵过几十次，流过很多泪，终究还是离不开彼此。我们互相都了解了，也收到背后的家人支持，所以我们要结婚了。怎样？吓到了吗？吓到了吗？虽然还是谈不拢一些事，例如要生几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顺从天意，他说什么我都听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天。是的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是的，我们要结婚了，这次是说真的，不是开玩笑了。你们准备红包吧，认识很久了，也吵过几十次，流过很多泪，终究还是离不开彼此。我们互相够了解了，也收到背后的家人支持，所以我们要结婚了。怎样？吓到了吗？吓到了吗？虽然还是谈不拢一些事，例如要生几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顺从天意，他说什么我都听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天。是的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虽然还是谈不拢一些事，例如要生几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顺从天意，他说什么我都听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天。是的，我们要结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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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。虽然还是谈不拢一些事，例如要生几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顺从天意，他说什么我都听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天。是的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，哈哈。